呢度係全世界最繁忙嘅酒店廚房之一，拉斯維加斯一間頂級酒店嘅巨型自助餐廳。要衡量一間頂級度假酒店嘅尊嚴，好多時唔係睇佢個噴泉噴得有幾高，亦唔係睇佢道場啲籌碼流水有幾得人驚，而係睇佢可唔可以喺一個禮拜7日24小時冇間斷嘅運作入面，用廚房生產線去餵飽全世界咁挑剔嘅食客。喺拉斯維加斯呢個俾霓虹燈同金錢炸到乾乾淨淨嘅國望之城，呢間自助餐廳每日都刷新人類餐飲史上嘅極限。呢度一日嘅接待量可以去到得人驚嘅2萬人吞吐量咁攬法。點解佢哋仲可以緊緊勒住成本，保持到5星級酒店嘅尊嚴同味道呢？背後隱藏嘅究竟係一套點樣精密嘅後勤舉陣？今日就等我帶你哋走入呢個全球最繁忙嘅酒店廚房，去睇下嗰啲唔為人知嘅後勤秘密。喺拉斯維加斯鬥城大道嘅絕對核心，呢座耗資160億美元嘅攀岩大物，每日都好似一部永動機咁樣運轉緊。而位於酒店一樓核心區域嘅自助餐廳，就係全美以至全球公認嘅吞噬之王。呢度每日嘅平均客流量喺最忙碌嘅超級週末同節假日，一日就要接待多達2萬個 B 搶立立嘅遊客。為咗應付呢場每日準時降臨嘅暴食海劑，酒店嘅廚房並唔係一個簡單煮飯嘅地方，而係一個佔地數萬平方呎嘅地下超級工業基地。一般遊客喺出面見到嘅係優雅嘅藝術水晶燈同波光粼粼嘅酒店噴泉，但佢哋絕對諗唔到，就喺自己腳板底下面有一條被稱為不夜城主動脈嘅巨型地下物流通道。呢條長近1000米嘅地下暗道，俾內部人員叫做中央高速路，長年有專門嘅電動重型叉車同類似工廠嘅紅綠燈管制系統，專門用嚟喺中央倉庫同各個大廚房之間全速運送食材。每日凌晨2點，當就客仲喺就位前面擠地千金嘅時候，酒店嘅地下卸貨碼頭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嘈雜圈咗嘅跨國海鮮集散中心。呢度配備咗29個巨型現代化冷藏庫，每一個冷藏庫嘅容積大到可以泊得落2部全尺寸嘅美式農夫車。而喺呢個攀大冷鏈系統嘅最前線，呢間自助餐廳每日都要面對全美最嚴格嘅10盤文安全質檢。行政總廚埃德蒙王嘅右手邊助手羅布費里斯，每日嘅第一項任務就係拎住高精度嘅數字溫度槍，喺冷風入面迎接由阿拉斯加同新西蘭空運嚟嘅海鮮軍團。由於拉斯維加斯地處內陸沙漠，其所屬嘅酒店集團喺全球建立咗排他性嘅海鮮採購協議，就算遇到全美航空大範圍延誤，酒店都有專屬嘅冷鏈貨機備用航線，確保好24小時內食材必定送到酒店。對頂級食材嘅消耗速度，只能用試喪嚟形容。普通餐廳進貨係按公斤計，而呢度係純粹按波數起步。為咗滿足壽司檔口同海鮮雕刻站嗰種近乎無底洞嘅需求，酒店每日必須喺碼頭準時接收超過半磅鹹嘅頂級海鮮。當中核心嘅尊嚴就係嚟自北太平洋冰冷深海嘅優質阿拉斯加三文魚。呢啲三文魚喺24小時前仲喺阿拉斯加嘅冰冷海域度游緊水，經過捕撈急速冷鏈空運，喺完全冇解凍嘅情況下直接送到羅布嘅面前。羅布必須好似一個挑剔嘅特種部隊教官咁，將溫度槍吉入三文魚嘅皮下，深層華氏27度。呢個係絕對唔容許有半度偏差嘅鐵律。如果溫度高過華氏32度，成批價值幾萬美元嘅頂級三文魚就會被毫不留情咁直接退貨。因為喺呢間酒店嘅字典入面，一次10田灣村嘅失誤就意味住成個集團信譽嘅徹底破產。當呢批冰冷而完美嘅三文魚通過質檢之後，佢哋就會迎來廚房最震撼嘅一幕，就係鋼鐵解剖線。普通餐廳嘅廚師切一條三文魚可能要10分鐘，但係喺呢度長年駐展住10個被稱為深海特種兵嘅專業日料大師，佢哋用嘅每一把柳刃生魚片刀都價值上千美元，而
而且每日都要喺磨刀石上打磨幾個鐘。喺佢哋手裏，一條重達20磅嘅巨型三文魚，由去肋、去骨到精準，切出薄到好似狗翼嘅刺身，成個過程只需要驚人嘅90秒。10個大廚一字排開，佢哋手上面嘅刀光喺特製嘅白紗燈下，連成一片密不透風嘅鋼鐵森林。每個鐘有成500個頂級海鮮冷盤，由呢度源源不絕咁送到外面嘅海鮮吧買上。呢間自助餐廳每個月單係蒸煮壽司糯米，就要消耗超過1斤嘅頂級糯米。呢啲糯米喺特製嘅巨型工業蒸汽攞壁爐入面翻滾，散發出嚟嘅蒸汽，每日都可以將成個地下面點房變成一片白茫茫嘅迷路。而呢啲糯米最終會被製作成超過100萬件高檔壽司。但係呢個只係烹大食材消耗量嘅冰山一角。如果我哋將目光由海鮮區移向更加令人腎上腺素飆升嘅肉食狂歡區，你就會睇到乜嘢先至係真正嘅硬核工業烹飪。喺餐廳最核心嘅旋轉烤肉站，呢度長年矗立住14台特製嘅工業全功能焗爐。呢種焗爐係由德國頂級廚房設備製造商為酒店度身訂造嘅，每一台嘅體量都等於一部小型貨車。喺呢啲鋼鐵巨獸嘅內部，配備咗全美唯一嘅紅外線矩陣加熱系統。呢種系統最得人驚嘅地方係，唔理你喺焗爐入面塞幾多肉，就算係同時塞入2000塊頂級安格斯牛扒，佢都可以透過精確到微米級嘅紅外線熱能透射，確保好每一塊牛扒嘅受熱完全均勻，令肉質喺極短時間內鎖住最豐盈嘅肉汁。呢個就係點解呢間自助餐廳可以喺咁恐怖嘅流水線產出下，依然保持到5星級酒店嘅口感同尊嚴。喺呢片充滿硝煙同熱浪嘅鋼鐵陣地前，每日有超過22塊巨大嘅上等優質肋骨被串喺純鋼嘅烤叉上，喺濕熱嘅紅外線火焰中慢慢旋轉。酒店每年為咗支撐呢個烤肉檔口嘅運轉，要令7300頭頂級優質安格斯牛付出代價。呢啲牛肉嘅累計重量相等於8隻成年藍馬嘅體量。而為咗配搭呢啲令人瘋狂嘅頂級肉類，廚房嘅3台世界級超級工業攪拌機每日都發出低沉嘅鹿鳴。你可以想象一個直徑長達數略嘅純鋼大桶，入面嘅攪拌桿粗壯到好似汽車嘅傳動值，80個巨大嘅洋蔥，307條鮮嫩嘅西芹，267條爽脆嘅金腳，喺沙剎下瞬間化為細忽嘅底料，然後被倒入75加侖巨型重工業熬湯大拿杯入面。呢個大拿杯嘅容積大到可以俾2個成年男人喺裏面沖涼。呢個大拿杯唔係普通燃氣灶，而係採用酒店中央拿杯爐房輸送嘅高壓蒸汽夾套加熱，可以喺15分鐘內將數百公斤嘅醬汁煮滾，效率極高。大廚哋每日都要喺呢個大鍋入面熬製著名嘅招牌風味燒烤醬同法式黑椒汁，每一次攪拌，廚師都必須使用特製嘅長達5耐嘅純鋼長孖。呢個唔單止係一項烹爆工作，更加係一項高強度嘅體能消耗挑戰。好多後生嘅實習廚師喺呢度返工唔夠3個月，就會練出好似健美運動員咁粗壯嘅手臂線條。而正係喺呢種近乎瘋狂嘅工業吞吐下，酒店先至可以確保好外面嗰2萬個客人喺任何一個時間點行埋罷4，都可以攞到溫度最完美、口感最鮮嫩嘅頂級牛扒。但係你以為呢個就係廚房嘅全部秘密啦咩？絕對唔係。喺呢片由鋼鐵同火焰交嘅超級迷宮入面，真正嘅供應鏈傳奇發生喺嗰啲睇落唔起眼但消耗量驚人嘅隱藏王者身上。例如嗰碗被稱為拉斯維加斯青黴素嘅經典雞湯麵。普通人可能覺得一碗雞湯麵有咩咁大不了，但喺酒店嘅精密數據控制下，呢碗湯係一場硬核嘅供應鏈對沖遊戲。每年酒店為咗熬製呢碗令無數宿醉定客重獲新生嘅雞湯，要消耗足足12480隻頂級走地雞。呢啲雞肉嘅總體積如果擺埋一齊，可以輕鬆填滿15個巨型浴缸。而負責呢道湯嘅
係被稱為湯品女巫嘅珍妮巴蒂斯塔。珍妮嘅團隊每日要純手工將呢1萬幾隻雞嘅雞肉由骨頭上面撕落嚟。因為酒店嘅機器雖然先進，但佢哋堅信只有人類手指嘅觸感先至可以喺去骨嘅同時保留雞肉最完美嘅孔維紋理。每日下晝4點，當新一輪嘅晚餐海曳即將爆發嘅時候，珍妮就會指揮住廚房嘅自動化吊裝設備，將一桶桶熬製咗足足12個鐘，濃縮咗無數精華嘅超級雞湯底，精準注入外面嘅每一個保溫盅裏面，再加埋足足30磅由意大利進口特製嘅小麥麵條。呢一整桶80加侖嘅雞湯麵喺唔夠1個鐘嘅時間入面，就會俾外面嘅食客鐵底掃袋一空，轉化為2400個溫暖而滿足嘅胃。呢個就係酒店廚房喺數量同質量之間跳嘅一場精密刀尖舞。喺呢做超級機器入面，冇任何一個動作係多餘嘅，冇任何1秒係嘥嘅。每一個大廚，每一個質檢員，每一個地下物流嘅搬運工，都好似一個精密重工業引擎裏面嘅活塞，喺各自嘅軌道上瘋狂而準確咁摩擦住。當呢股由海鮮同肉類交易而成嘅工業巨浪由地下碼頭一路直爭到地上嘅豪華餐廳時，酒店嘅味覺風暴先至啱啱掀起佢嘅上半場。每日2萬人嘅瘋狂暴食，絕對唔係一場毫無章法嘅混亂大鍋飯。你背後隱藏住嘅係一套足以令到高谷工程師都靚為觀止嘅高精度防損控制系統，以及一場關於人類心理學嘅精密金融計算。普通食客喺面對堆積如山嘅阿拉斯加帝王蟹腳同頂級雪蟹嘅時候，心入面諗嘅往往係點樣食窮間餐廳。但行政總廚埃德蒙王坐喺廚房嘅中央監控室入面，望住實時跳動嘅數據大屏幕，嘴角只會泛起一絲屬於資本嘅微笑。因為由你踏入餐廳門口嗰一刻開始，你每一步嘅取餐路線，以至你碟上面食材嘅重量，都係一套名為饕餮防噬矩陣嘅人工智能大數據系統監控之下。呢套耗資幾百萬美元研發嘅動態損耗控制系統，連接着餐禮下方嘅數字承重感應器同頂部嘅紅外線視覺識別攝像頭。每當侍應補滿一碟頂級帝王蟹腳，系統就會自動鎖定。當食客一擁而上將蟹腳掃一空嘅時候，系統唔單止可以精確計算出呢批海鮮喺幾分幾秒之內被消耗完，更可以透過大碟喺幾秒內變輕嘅速度嚟推算出此刻成個餐廳嘅飢餓指數。如果呢個時候巴拉前嘅蟹腳消耗速度超過咗系統嘅安全預警線，廚房嘅傳菜傳送帶就會自動調慢0.5秒。呢個睇落微不足道嘅半秒，喺客人嘅客流基數下，可以精準咁平抑食客喺搶奪食物時嘅近上線數。呢個就係點解你喺呢間自助餐廳排隊攞海鮮嘅時候，永遠都會覺得前面嘅人移動得好有秩序，但係你絕對諗唔到呢種秩序係由地下嘅工業算法暗中操控住嘅。更硬核嘅內幕在於，酒店嘅防損系統已經做到精密到每一條骨頭嘅變態程度。酒店嘅核心海鮮供應商其實喺採購合約度簽署咗嚴苛嘅淨肉率對沖協議，為咗對付嗰啲只係食蟹肉唔食配菜嘅破產流食法。廚房喺每日清晨對海鮮進行破殼處理嘅時候，使用嘅係專門由德國進口嘅高壓水刀切割機。呢種水刀可以喺0.1秒之內以極高壓力精準切開蟹殼，但係絕對唔會傷到裡面一絲蟹肉。相比傳統嘅純手工敲擊或者用鉸剪裁剪，呢種工業水刀可以令到每一條帝王蟹腳嘅淨肉提取率提升驚人嘅6%。唔好睇少呢6%，喺酒店每日超過半磅嘅海鮮消耗量下，呢個意味住每個月單係由蟹殼度搶返嚟嘅淨肉價值就高達幾萬美元。而當呢2萬個食客食完海鮮，準備用最頂級嘅肉食填滿最後嘅胃部空間嘅時候，佢哋將會迎嚟酒店廚房喺食品工藝上嘅又一個工業奇蹟。好多食客都對餐廳嗰種外酥內嫩切開嘅時候
仲會爆出肉汁嘅北京烤鴨讚不絕口。主廚帕特里克里作為酒店嘅烤鴨掌門人，佢喺呢片廚房度掌管住成個攀大嘅控水防線，製作完美嘅北京烤鴨喺廚房度被鐵底量化成咗一組組嚴密嘅物理數據。鴨喺入掛爐之前，必須喺溫度口定喺華氏38度嘅專用排風控水房度間掛足足24個鐘。呢度採用嘅係高規格嘅醫用級除濕淨化設備，可以確保鴨皮表面嘅水分喺短時間內以完全均暖嘅速度被鐵底抽乾，從而形成一層好似牛翼咁嘅緊韌外皮。接住帕特里克就會指揮團隊用2台工業級嘅氣泵由鴨頸部嘅切口將空氣高壓注入，令鴨皮同脂肪層完美分離。喺烘烤階段，酒店用嘅並唔係老式嘅木材，而係由電腦晶片精準控制嘅微正壓燃氣平衡掛爐。焗爐內部嘅溫度感應器每隔0.5秒就會對爐內熱流進行一次微調，確保好每一隻烤鴨喺經歷75分鐘嘅直烤之後，外皮嘅鬆脆度都可以達到完美嘅工業級標準。當帕特里克用純鋼穿心籤將烤鴨由爐中挑出嘅嗰一刻，鴨腹內滾廠嘅多汁肉香喺特製嘅北廠鋼泥面上爆開，內層俾紅醋同麥芽糖舊灌過嘅鴨皮呈現出好似紅寶石咁通透嘅光澤。酒店每年要消耗足足15120碟呢種特殊工藝嘅烤鴨。如果將呢啲烤鴨裝車，需要足足4部美式全尺寸農夫車先至勉強拉得喐。隨住夜幕鐵底籠罩拉斯維加斯眾城大道上嘅獲望同霓虹燈達到最高潮，而呢間自助餐廳亦將迎來成日裏面最瘋狂最甜蜜嘅戰役，就係由行政麵點主廚希爾曼博托利尼主導嘅夜間糖分風暴。每晚9點，當外面嘅主菜檔口開始逐漸平息嘅時候，麵點房嘅大門就會立然打開，希爾曼同佢嘅甜點軍團長連駐守喺呢條麵點防線前，佢哋每日要純手工製作同組裝超過15000份世界級嘅法式甜點，而支撐呢個甜點帝國嘅係廚房每年燒掉嘅重達73磅嘅頂級工業精製砂糖。如果將呢啲砂糖堆埋一齊，佢嘅重量相等於16部美式重型校車。而喺呢片甜蜜嘅鋼鐵迷宮入面，最令全維加斯杜薩雲牽夢能嘅終極傳奇，就係嗰度單日產量高達600個嘅焦糖布丁。希爾曼喺製作呢度布丁嘅時候，將法式浪漫鐵底改造咗成一場高精度嘅化學實驗，為咗追求嗰種極致絲滑，喺舌尖上完全冇一粒粒口感嘅純正質感。希爾曼對每一批脫香草卡士達醬嘅加熱溫度有住近乎偏執嘅鐵律。卡士達醬同墨西哥空運香草豆嘅混合物必須喺特製嘅水肉螺北度被精準咁加熱到華氏185度，因為喺化學層面上，一旦溫度去到華氏186度，雞蛋入面嘅蛋白質就會發生不可逆轉嘅過度凝固，布丁就會失去絲滑嘅質地。而如果溫度低過華氏184度，卡士達醬就冇辦法喺之後嘅烘烤入面形成足夠完美嘅支撐力。30個特大雞蛋嘅蛋黃被源源不絕咁投入攪拌機，混合物喺低溫下慢火烘烤，足足1個鐘。當呢批布丁由焗爐度魚貫而出嘅時候，麵點房嘅廚師會拎起全美廚房唯一嘅空氣動力高壓噴槍，入面裝填嘅係溫度高達上千度嘅純正藍色火焰。隨住高壓噴槍喺布丁表面掃過，紅糖喺0點幾秒內瞬間融化沸騰冷卻，最後凝固成一層好似鋼化玻璃咁鬆脆嘅焦糖外殼。呢間自助餐廳一年要敲碎足足219000個呢種焦糖布丁。凌晨1點，外面嘅圈組終於開始漸漸褪去，酒店自助餐廳嗰度沉重嘅大門慢慢駛埋。但係對於呢部已經歷明咗足足24個鐘嘅超級機器嚟講，廚房嘅下半場戰鬥先至啱啱吹響號角。呢就係地獄洗碟行動。當最後一位食客挺住個圓碌辣嘅肚腩離開餐禮，成個地下廚房會瞬間切換到全面戒備嘅工業清洗模式。酒店引以為傲嘅8500腳
中央單軌傳送系統開始全力運轉。呢個係一個硬掛喺廚房天花板上嘅龐大鋼鐵軌道網絡，佢好似一條巨大嘅鋼鐵蜈蚣咁，每秒都喺將成千上萬件污糟瓷器餐具同重型焗盤源源不絕咁由地上嘅餐廳直接空運到地下中央洗碟中心。喺呢度矗立住3台體量堪比火車站車晒嘅超級巨型工業洗碗機。呢啲鋼鐵怪獸使用嘅係高達華氏180度嘅高壓超熱蒸汽同醫療級嘅化學消毒溶劑，2000隻碟、9000件刀叉。喺呢啲鋼鐵怪獸嘅盲殺同沖刷下，只需要短短幾分鐘就可以重新繁發，好似啱啱出廠咁嘅盲新光澤。而洗碗機排出嘅所有污水喺進入拉斯維加斯市政管網之前，仲要經過耗資幾百萬建造嘅廚房廢棄物能量回收站。喺呢度，所有嘅有機廚餘垃圾會被自動化離心機瞬間進行脫水同粉碎處理。脫水之後嘅殘渣會直接運去內華達當地嘅生態農場，轉化為有機肥料。而分離出嘅廢水就會通過重力沉降同生物酶賴網，將熱能重新回收，用嚟加熱下一輪洗碗機所需嘅蒸汽。喺呢個由黃金同鋼鐵打造嘅鋼網之城入面，呢間酒店用一條由500個廚房軍團跨國對沖供應鏈以及人工智能防損黑科技交跨而成嘅鋼鐵流水線，向全世界證明咗乜嘢先至係現代餐飲嘅終極力量。當凌晨4點嘅第一爿曙光穿過內華達沙漠嘅塵霧，照亮酒店內波光粼粼嘅超級噴泉時，地下嘅物流通道再次響起低沉嘅立鳴。新一日嘅半播岑海鮮、7000幾頭安格斯牛嘅切塊已經喺路上。呢部美國永動機將會再次按部就班咁開啟佢嘅瘋狂輪迴，去迎接新一輪嘅2萬個顧客。呢個就係酒店廚房嘅硬核世界。如果你而家手上揸住一張呢間自助餐廳嘅入場券，面對呢部由人工智能算法操控嘅吞噬機器，你覺得自己有冇信心食返本？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破產流食法秘笈。我係本期嘅解說。若你鍾意我哋嘅影片內容，歡迎讚好、訂閱，等我哋一齊走遍全球，揭開嗰啲鮮為人知嘅世界另一面。